那个邮箱里面自己看看吧，先。放心，我们会打印出来好好看的。还在认真学习呢。别打扰我，看到恋爱法则最重要的地方。您看，好好看啊！这个律师有问题。我早说过他有问题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他不是伪君子，就是一个衣冠禽兽，打着法律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，挂羊头卖狗肉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买他的狗肉的，而且吃完了之后还汪汪汪汪到处咬人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没有证据不要血口喷人，尤其是你，就你刚才那些言论，我就可以告你诽谤。哟喂，你可别吓唬我，可刚，告诉他这律师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是，东边刚才那番言辞是有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的嫌疑，但是他说出了非常重要的疑点，那个律师是个衣冠禽兽。啊，他真的是个衣冠禽兽啊！不可能，你们俩一定串通好了。他衣冠禽兽，干嘛还要拟定这个恋爱法规啊？他那天晚上就可以把我给活吞了。他要是衣冠禽兽，那全世界的男人那都是散养的。淡定，淡定。就是因为这个恋爱法规，我才判断他是个衣冠禽兽。咱们国家有婚姻法，他干嘛自己拟定一个法规呢？婚姻法那是具有普遍意义的，我和他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闭嘴吧你！我看你已经是被他给蒙蔽了。那我不能有申诉的权利吗？哎，你们看，他这字里行间都掩饰不住他一颗骚动的心。他写这部恋爱法规，就是为了把他卑鄙的行为合理化。对，他太卑鄙了。有了这个恋爱法规，就算是他对你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，你都像哑巴吃黄连，完全说不出理儿来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哎，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，就算是真的怎么着了，那也是心甘情愿的呀。不打